这就是你的极限了吧？地形逆海，这一战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已是必死之身了。还请老祖陪我同去。就凭你这投机取巧堆出来的天象镜，这怎么变3道了？快有结果了！生死胜败就在眼前了。真的是他！这是要顶了！老祖小心！成了！你不惜性命全力一击，又可曾伤得了我？你也来了，正好。等杀了他之后，再与剑神一战。既然天象镜杀不了你，那么就再上一层。天象镜再上一层，便是陆地神仙，连王先知都没到这境界，你怎上得了这一层？老祖，可曾听说过昙花？初开便败，刹那芳华。神仙之地，陆地神仙，这境界说上就上吗？哎，他这是用自身气血为薪柴，燃起星火，登临绝境。
可就像他自己说的，初开便败，他的性命也到了最后一刻。这不可能，就算是不惜性命，也不可能真的达到陆地神仙之境啊！从善如登，虽难可达昆仑。老祖宗真的应该读一读那些被你视为无用的书，若不能明了事理天心，你一辈子都不能登临此境。你也配合我讲大道理？老祖还有什么遗言留给惠山？就算你现在是陆地神仙，又能活多久？只要我全力躲闪，你又怎么能杀我？到头来，还是我亲眼看着你不甘而亡。打不过就躲，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这是知进退。要是换做您呢？用剑之人，知进不退。这也行，还是用了天使。若真是陆地神仙，靠自身就能杀他，已经很了不起。你现在还能活多久啊？爹，等等，我可以让青春做家主，我可以发誓永远不碰的。请老祖升天。
祖离世，家族不可一日无主，如山重担，只有我来承担。来人，将这谋逆者的女儿拿下！等等。北凉徐凤年，愿借天意，主掌轩辕。抬走。是。夫人，轩辕大盘死了。他什么结果？大公子他可以一己之力搏杀老魔头，同归于尽了。你是来投靠的？大公子说，他若战死，这锦囊交于夫人。世子，这是辉山，不是北凉。轩辕敬城欺师灭祖，罪不容恕。他的女儿怎能执掌辉山？就算撇开这不说，家族的诸般事宜，向来都是由我和老三共同打理，千头万绪，他如何接手？就算他站上了高位，族人又有几人信服？世子身份尊贵，有您在，自然能压得住一切波澜。可您又能守在辉山多久？他说的挺有道理啊。若我做了家主，也愿与北凉结为同盟。至于我这侄女，可以赠与世子。你家长辈都挺不要脸的啊。我二叔心性桀骜，如今轩辕大盘已死，我爹和三叔爷也离世，再也没人能压住他的野心。北凉与辉山相隔甚远，他一定会甩脱北凉控制，甚至会反身咬上一口。这样的盟友，你敢要吗？哼，你又能好到哪里去啊？他问你话呢。哎呀，这话不好回答呀。怎么说？这丫头要是说忠于北凉，轩辕家会不满；要说一心为家族，那徐凤年干嘛帮他？那不是选什么都错。
殿下也该想想，有朝一日，陆国和徐凤年，你们会怎么选？齐赵叔叔，话音音，别人听不见。你也听见了？好不容易找到你，曹长青能放心吗？这一路他都在。我轩辕清风发誓，若我执掌轩辕，必定竭尽所能，振兴家族，让轩辕家屹立不摇。大话谁都会说，你凭什么做到？我为家主后，问鼎阁将为全族开放，即便是门客也可入内研习武学。作为家主，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太好了，我们也能研习武学了。振兴家族，只怕家族成了别人爪牙。如今轩辕大盘已死，辉山故立5元，此时依附北凉，也可保轩辕家平安。但我于此发誓，轩辕不会永远做别人棋子。等下一代天象镜出现之前，轩辕家将会全力配合北凉行事。那要是有了新的天象镜呢？有了天象镜，条件再谈。实在。轩辕家主之位，都不是二位这么说话就能定的。到头来，还是要看家族中人心中意愿。诸位，若轩辕家由这么一位黄毛丫头来做主，岂不成了天下人的笑话？请各位扪心自问，谁更适合接掌轩辕？这还用选吗？长幼尊卑，常为一族之本。说得好，长幼尊卑。清风啊，你且听听，这才是人心所向。呀！是说长幼尊卑，大公子才是嫡子长孙，大小姐名正言顺，正该是轩辕之主。轩辕敬意身死，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。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，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。不是我，还能有谁？你爹不简单啊！雨停了。天变了。你刚才说什么了？你没听清吗？轩辕镜城和轩辕大盘同归于尽。
轩辕清风将要执掌轩辕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对你？不可能。相不相信都可以，可留给你做决定的时间不多了。厚葬二叔，大小姐放心，拿下袁庭山。是。收。是。相信吗？为什么来通知我？帮你啊。为什么帮我？徐凤年夺你机缘，恨不恨他？不如一起杀他。我不是傻子。嘿，你想要绝学，我能给你；你想要前程，我也能给你。人走了，走。反正你也无路可走，跟我过江吧。有惊喜给你。都起来吧。我说话算话。从今后，轩辕族人皆可进问鼎阁研习武学。门客凡有功绩者，亦可入内。这下好。你真不怕将来有天才横空出世，鸠占鹊巢？非常时期，非常手段。我既然做了，就敢面对任何结果。有几分家主风范？先生是？哦，贱民不足挂齿。在下当年犯错，连累家人，是敬城兄救我全家性命，如此恩情，自当回报。我爹给我的。是。我也有。敬城兄说，轩辕大凡死后，若世子雪中送炭，这锦囊便交于世子。神机妙算啊！你不打开？世子还未回答，您想要什么？人多眼杂，要不单独聊？小姑娘，赏花呀！甜的。什么？我说这花里有蜜，尝起来是甜的。
我小时候嘴馋就总摘了吃。人家姑娘家都赏花惜花，你就想着吃。我命苦，就爱甜。是甜，哎，我爹最爱读书，这是他常坐的位子。他看书累了，就总爱望着这边的窗外。好像也没什么呀。是啊，这窗外不平江，无山色，也不知道他天天看的是什么。他心里想的，我从未明白过。做爹的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什么都自己安排，自己扛着，又不愿意说。大概是这样吧。写的什么？门客族人的性格喜好、生平际遇，大概是来把握人心的。大概准备了很久。徐凤年若贪念无穷，切勿相争，可投龙虎山。从此清明，你娘若不愿上坟，不必勉强。不能相濡以沫，便江湖相望，一世幸事。打你出生，爹在桂花树下埋下一坛酒，1年1坛，至此23坛矣。私下取名女儿红，可好？莫怪爹唠叨，这些年，爹每年和你说话不过5、6句，心里攒了好些闲话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清风，爹最可惜的是瞧不见你成家生子。若有将来，孙子叫扶摇，孙女叫雅颂，可好？他们想学文就学文，想习武便习武，人生苦短，糊糊涂涂过一辈子，就很好。总好过爹这样，一生求而不得，愿憎相会。怕你生厌，不再多说。祝余岁安好，无病无灾。我明白了。从这窗外看过去，什么都没有，但一直往下去的方向，就是我和我娘的院子。给世子留的什么？
你这个爹呀！辉山没落，世子若想取而代之，只求留小女一条性命。轩辕大盘府内奇珍秘籍，尽献世子。大雪屏上便是轩辕大盘的住处，世子可自便。我不要回山财宝，也不要轩辕绝学。那就是要我。门外青鸟，论相貌不输于你，武艺远在你之上。虽然话不多，但是知情识趣，才智双绝。像这样的丫鬟，小爷我府上还有6、7个，我要你干嘛？那请问世子，究竟想从轩辕家得到什么？你等我一下。真甜。多吃点。这个，春娘啊，来点。好东西。这个。干嘛？有事。您这是采蜜呢？挺甜的。前辈，您好歹是个剑神，别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。来点吧。哎，来点吧。别客气，来点。我家丫鬟。不瞒你说，西楚公主。别瞎说。你想要人家帮忙，你的身份瞒不住。亡国公主，怎么帮？这几日她就要回西蜀，千里路遥，最快最安全的走法，就是走水路。把她安全送到，就是要你帮的第一个忙。我自己能走。曹长青虽然武功高，但终究不会照顾人。有他们家的船，你路上安心些。官子无敌曹长青，世子这是敲打我呢。聪明人，不用兜售船。世子只伞镇辉山，就是为了身边人，够用心的。没办法，我家丫头还欠我钱，不能出事儿。谁欠你钱了？这么多年吃喝不花钱吗？那你列个明细，我有钱还你。得算利息。不管你怎么算，我都认。北凉世子，西楚公主，这谁能想到？想到什么？没什么。世子何时用船？开口便是。等我下了龙虎山，就该走了。你还要登龙虎山？你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？真要杀，我绕着走也要杀的。那就一言为定。世子还有什么要求？确实还有一件事儿，也要轩辕家帮忙，也是用船。又送人？不，这次是接人。哪位？不止一人，不止一处，会比较麻烦。天下水陆皆有轩辕，不管接谁，世子尽管开口。时机到了才能告知。怕我泄密？我准备的事儿，谋划太久，牵涉太广，只能放在这里。不到最后关头，谁也不会告诉我。就送到这儿吧，我们自己下山。真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留着吃饭吗？轩辕大盘收藏了不少奇珍异宝、武学秘籍。他的东西我不想碰，
怕脏了手。这还有完没完？大老爷吩咐，若世子未入古牛将，轩辕大阪宅院，这个锦囊就交付你。那我要是进去了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世子不负灰山，灰山必不负世子。我爹的话就是我的话。你爹这是要把他的武学心得传给我？世子应得的。小爷不要。这，世子，轩辕进城最后登临陆地神仙之境，他这本心得堪称神物啊！我有我自己的路走，何必学别人？心得留在灰山，世子随时可取。你们先走，我有话跟他说。走了，走了。你也回避一下。是。你呀，你不用一句一句小心翼翼的，我就跟你明说了，就你这样要胸没胸，要屁股没屁股，还整天苦着一张脸。本世子对你没兴趣，把心塞回去，踏实办事儿，啊！走了，朋友，别送了。怎么了？问你个事儿。说。你来灰山到底是行侠仗义，还是早有预谋？灰山轩辕家族确实早就在我计划之中，但毕竟来灰山之前，不知轩辕家族中人品性如何，最后选择了帮轩辕清风，也是种必然吧。按你的意思，就是行侠仗义了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但往往有的时候，行了好事，才会有好前程。哼，云里雾里。你借船还要干什么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不到最后时刻，谁也不告诉你。为了报仇。江宁啊，我也说不出为什么。这次灰山之行见到的种种，让我心里多了一丝害怕。怕什么？怕徐骁。你别蒙我了，这全天下的人都怕徐骁，除了你。说你怕他，我才不信呢。我是怕他老。小姐，大老爷吩咐，徐凤年若不接心得，这锦囊交给大小姐。
徐凤年若不取心得，未来岁月必入天下，可谓辉山百年盟友。我爹究竟准备了多少锦囊？我这里只有这2枚。好料子，不便宜啊！是用私房钱准备的？这没交代。可惜了那本心得了，没拿就好。啊，前辈此话怎讲？武学不是烩菜，越杂越好。这小子想将他人道路啊，心境上倒是有几分两袖清舌的味道啊。还有心境这么一说，我当时想的是，我把这册子拿了，那帮他的恩情不就扯平了吗？这么大个轩辕家，以后用得着啊。不过前辈这么一说，这心境上也说得通。看来我是武学奇才啊！哼。爹已经，我知道了。他也给你留锦囊了，有些话或许当面说不出来，要借这个说与你听。一个字没有。其实也是，早就没什么话可说了。他以陆地神仙境界击杀轩辕大叛，又安排门客刺杀轩辕敬义，给我留下消息，叫我掌控家族客卿。辉山一洗旧尘，重获新生，全是他一人谋划。最后还不是死了？难道您现在还觉得他窝囊？不觉得我们错怪他、误会他了吗？北凉世子呢？对你有什么打算？若能做个王室侧妃，也未尝不可。辉山百年基业做嫁妆，也不委屈你。让娘失望了。世子可瞧不上辉山，也没打算要我。他现在不要，将来却未必。娘这是盼着把我卖出去。各取所需，还不是求人？人活一世，哪有不求人的？我想试试。不做王室侧妃，也不要紧。如今风雨飘摇，借北凉之势稳住辉山。好了，娘不多说了。你长大了，心里自有定数。我想在大雪坪上为父亲修墓。随你。你一点都不在意。
他酿的酒不错，一杯贵酒入嘴去，两朵桃花脸上来。这是爹写的，他还说过，山上那株老桂，每到秋日，桂子如玉，容而不媚。这话就好似他为人处事。你现在才说他的好，不讽刺吗？娘有说过他不好吗？爹为我们读书20年，终于读成了这世上最隐忍的陆地神仙。你放心，爹耗费心神留下这局面，我拼死也要让辉山不倒。师傅人呢？他被叫下山了，出事了。龙虎山招我世子细速上路，龙虎有变，不知道的以为劝我赶紧死。既然赵前辈这么说了，那我让大家准备启程。龙虎山恭请世子上山观景。不用管他，我们走。我能走，黄马怎么办？龙虎山天师府，天下第一门派，见识见识。大的头啊！哈，东西最好。怎么，这天师府要改上铺了？
西最好。东西最好。不是咱们写的，不是咱们写的。你们别跟着，我一个人上山。不行。黄毛听话，哥上山谈事儿，你在这儿等我。那我等哥。狮子出行，身边总要有个丫鬟陪着吧？不用。又不动手，真要动手的话，你们上去结果都一样。要不你这身份没法上山。哎，有时候我真搞不明白，你们俩我到底是欠了谁的？要不我陪你走一趟？多谢前辈。你怎么不把我留下来？前辈武功高，我留不住。你这不要脸的风范，快赶上你爹了！回前辈，家学渊源。行了，走吧，马上。你这一路算是走到终点了。到了龙虎山，我会自行离队，以个人身份救出小龙。回北凉后，我自会寻军政请罪。上山。掌门，赵西团到了。你怎么不出门啊？闭个关。哎，你闭关啊，还让我上山来呀？哎，是我请您上山商量大事儿。哦，单凭回山了。哎，大不大事儿先不说，门口那字儿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才听掌门说了，是个小和尚写的。小和尚？对呀。前几日小和尚带了个小丫头，登山论法来的。两禅寺来的。小孩心性，论法在乎胜败，还赌了输赢啊。论输了吧？输了2场。让小一辈和他辩论，小和尚尚有几分慧根呐。小和尚是书画双全呐。哎，那为什么要写东西最好啊？东西是那小丫头的名字。哦。大脑袋呢？小和尚画自己，逗小丫头开心呐。有意思。那为什么不把它擦了呢？留着也好，让小一辈们有点羞耻心。哦，好了，论法之事暂且不提，咱们先商量正事。哎，我已多年不问事了，还特意把我召上山来，这该多大的事儿啊！也不算什么大事儿。哦，就是杀个皇子，再加个徐凤年。才下辉山又上龙虎，这一天可够忙的。前辈，这龙虎山不好上，更不好下。我先跟您交个底。这龙虎山呢，明面上就4大天师，掌门赵丹霞，辈分第1赵希义，还有一个常年驻守京城的赵丹平，再就是黄毛儿的师傅赵西团赵老道。他们4个应该都不是天象境，但您也说过，境界未必代表战力，他们4个可能不弱于轩辕大盘。你跟我说这些干嘛？您也交个底，这4个一起上，您打得过吗？我干嘛跟他们打？那万一他们要害我呢？
干嘛要害你？当然是为了天下平乱呀！平乱？可徐凤年一死，徐骁必然会马踏龙虎，北凉的铁骑谁抵得住啊？可以不用真死啊！什么叫不用真死啊？为了徐凤年一身大黄庭，将来徐骁身死，北凉必起内乱。哼！徐骁已经安然离京，正在返回北凉的路上。既然朝廷都不动手，我们龙虎山何必要趟这个浑水啊？此乃国运之政，怎能畏首畏尾？这话是谁说的？当朝宰辅张居禄。这件事关系到黎阳朝未来的国运，你们龙虎山既然承受朝堂的好处，那就该为国尽忠。这是借刀杀人。所以我说了，只废大黄庭，可以留性命。我们龙虎山不是他张居禄的门客。您有没有想过，徐凤年一身大黄庭，传自武当，他若接掌北凉，武当必将趁势而起。我们只要防患于未然呐，事成之后，可以将这一切推到张居禄的身上，让他来承受徐骁的怒火。哼，徐骁不是傻子，将来呀，这北凉必然成为我龙虎山的死敌。您可别忘了，这徐龙象可是您的徒弟呀！哎，别动我徒弟啊！当然不动他，非但不动，而且还要好好教他。徐骁只有2个儿子，徐凤年一死，接掌北凉的只能是徐龙象。此事若成，宰辅欠我龙虎的恩情，朝堂要赞我等的忠心，武当从此没落，北凉之主最终将是我龙虎门徒，这一石4鸟，必将成就我龙虎100年之计呀！掌门，该下决心了。我闭关，这些事儿你们商量。赵熙呢？也闭关呐。哎，我还是觉得徐凤年这事儿不妥呀。已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你刚才说还要杀一个皇子，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私生子。不为人知？你怎么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？你到底是谁呀？赵凯。当朝皇族姓什么？也姓赵啊。就凭这个姓氏，你说我能不能给你前程？再看这边，有前辈在，还缺什么绝世功法？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杀徐凤年。不能杀。是，不能杀。不过，毁他大黄庭总可以吧？徐凤年身边护卫不少，我打不过。没有让你打，你只要把他引到这里，自然有前辈亲自动手。为什么是我？徐凤年刚下辉山，你就跟他说轩辕清风另有阴谋，他绝对有兴趣。毕竟，他知道你曾是轩辕门客，之后你只要把他骗到这里，即可。徐凤年身边是李淳刚，旧日见神，不知还有当年几分神采。简直莫名其妙嘛！怎么？徐凤年要废，赵凯也要杀？赵凯要想挑起天下战乱，借其浑水摸鱼，此人是祸根，不能留。可
可终究是要杀一个皇子啊！可以推到徐凤年身上，更是异想天开呀！掌门，此事稍有不慎，我龙虎山便有颠覆之险，还需从长计议呀！当断则断，别再计较了。徐凤年已经到了府门之外，我亲自动手。你这是跟我商量吗？你早就准备好了。